你有冇急不及待咁想進入天國呢？過去呢一年，你對天國嘅渴慕係更強烈定係冷淡咗呢？對天國嘅渴慕並非與生俱來嘅本能，我哋嘅天性乃係傾向於追求可見可觸摸嘅物質事物。呢一種物質主義嘅傾向會阻礙我哋得着永生。因此聖經勸勉我哋話：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為你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裏面。基督是我們的生命，他顯現的時候，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。對天國嘅渴慕並非與生俱來嘅，但係呢個係選擇。當我哋持續透過禱告、透過研讀聖經、學習預言之靈嘅著作、研究安息日學課，並定期投資於上帝嘅國度時，呢一份渴慕就會日益增長。喺過去一年中，呢啲習慣喺你嘅生命裏邊有冇加深呢？耶穌勸勉門徒為自己積攢財寶，並唔係積攢喺地上，乃係喺天上，因為地上嘅萬物終將朽壞。佢更闡明其中嘅緣由話：因為你們的財寶在哪裏，你們的心也在哪裏。當我哋運用上帝所賜嘅資源去推進佢嘅使命，透過十一同奉獻嚟到幫助人嘅時候，就係喺天上為自己積攢財寶啦。你咪渴望喺新嘅一年裏邊，讓對天國嘅渴慕日益增長，甚至能夠話我向往嗰一日。咁此時此刻，我哋就應該重新立志，每日清晨先花時間同耶穌相交，為佢嘅國度勞碌，並將屬於佢嘅十一同埋承諾奉獻歸還俾佢。讓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啦。